花市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11，旧历的正月28，礼拜4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这个新北市邦桥一个男子开修理车，一看到巡逻的警察是催速度要来逃走，搁去冲撞到警车。警方前后出动到25个人，顺利甲抓起来。原来这个男子所驶的车是偷看的，讲是偷看家己老母的车，车顶阁有毒品，毋则会看到警察就来起惊，赶紧要绕跑。下车！干什么东西？下车！巡逻员警打进前，这个驾驶犹原唔肯落车，员警一人一边准备要开车门的时，这时这台车驾驶雄雄驶倒去，弄到警用机车。下来啊！我开枪啊！我要开枪啊！弄到警察车，佫想要走，员警举枪出来大声甲喊，犹原唔肯配合，员警只好用警棍弄破玻璃。好，我自己上。这个查甫人是安怎要走？原来伊驶是偷看来的车，车主是因老母，而且车顶有毒品，才会看到巡逻员警就赶紧要走。那原因就是因为他母亲车辆失窃之后去报案，但是他不晓得是由他儿子所偷的。有毒品，佮偷开因老母的车，甚至继续配合检查冲撞警察车，加在伫入车的过程，要去伤到无辜的人，人甲抓到啊，会只能乖乖为家己的行为负责。